为了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总统赖清德呢投诉美国华盛顿邮报，为了感谢美国总统川用实力维护和平，也讲要提出一项美金400亿，大约是代票1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展现自我防卫决心。也讲到呢，这中国是用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做目标。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指出讲，面对着这中共的威胁，打算伫咧2026年到33年之间。强化关键战力，包含着精准火炮管、距离精准打击飞弹等7大重点项目。在中国所有并吞台湾的剧本当中，最具威胁的不是武力，而是放弃。总统赖清德投诉到华盛顿邮报，承诺台湾会提出一条400亿美金的追加国防预算，包含对美国新的重大军购，强化无对称作战能力，展示自我防卫决心。李大哥亲身了开记者会，公布2项行动方案，并且证实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力统一台湾做目标。北京当局也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，加速侵略台湾的军事准备，持续升高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及飞弹侵扰，企图以武逼统、以武逼降，并吞台湾。国防部也规划达成7大目标，包含空中经济战的烂炸网、台湾之盾、要打造作战处、整合式的防空系统、提升烂炸的比率、指挥管制甲决策辅助、建立作战处射入丢备得到的精准火炮。结合即马有的各种火炮，会当减少人力，拍搁较远、搁较准，远距离精准打击。规划丢备得到精准飞弹火箭，会当有效精准打击，反制敌人的远距离火力，并且执行跨区的火力增援，阻挡敌人上岛的企图。另外，搁有强化作战韧性，提升军备能力，国防带动经济效益。国防部规划于2026年起编列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特别预算。筹获防空、反弹道及反装甲飞弹等武器装备，以完备多域拒止能力，建构多层次的防卫作战体系。郭立雄强调，特别预算目标之一是要带动经济，安怎会当创造超过4000亿的产值，带来9万个以上的工作机会。美国在地协会对此表示欢迎，支持台湾快速得到强化迄件阻挡所需要的关键无对称战略。也若守护台湾安全的时，政府也爱打造非红色的供应链。过去来讲的话，中国的这个大疆几乎把这个80%的市场全部都占了，但是现在大家都要求要非红供应链，那给了台湾非常大的机会。未来2025年到2029年，经济部会伫国防、航太甲军舰的领域投资27亿，无人载具的领域投资132亿，卫星的领域是到125亿，推动产业扩大发展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